1869年有一个大场店的生意人叫做李春生，迄个时阵呢，伊甲台湾的乌龙茶销到全世界，互大场店撑起来，甚至带动规个台北城的发展。今年是李春生过身100年，着剧团要用台语来搬这李春生的故事，也要互大家知影咱台湾茶在地意义。石头杯用春生的头壳行，我若差一点仔就用伊两个破倒，把伊个倒来，倒来其实阮死的。因为太平天国之乱，生理人李春生为厦门来台湾放假，煞无受当地人欢迎，就搬到大场埕。当时伊看见台湾北部山区有种茶的潜力，伊为厦门进茶栽，教台湾农民种茶做茶。落尾伊甲即寡茶米号做福尔摩沙乌龙茶，销到全世界。大场埕的繁华时代就安尼开展。你看，现在台湾大街小巷全部都是手摇饮，对台湾的茶叶，所有的长辈都喝老人茶。可是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无李春生都无大场埕，无大场埕都无台北城，所以伊是一连串的事件的这个串联，好，这变成咱今日生活的台北城。这出舞台剧搬的是台湾茶业之父李春生的故事，用全台语来搬演。演员来自无同领域，亲像歌戏演员王哲连讲，虽然歌戏也是用台语搬戏的，但是要搬舞台剧对伊来讲是新的挑战。因为歌戏拢爱唱歌，唱歌的时阵呢，时间会又较长，而且迄歌戏的曲调有过奏，会当想词、想动作。歌戏的台语是较古代时阵，就是较文白，所以咱的处事现在舞台剧的台语爱较我现代，所以就较白话。李春生是推动台湾茶业、甲促进北台湾发展的重要人物。今年拄好是李春生过身100周年，剧团11月中就会正式推出台湾茶业之父李春生这出台语舞台剧，要用在地语言讲灿烂真大把的台湾茶的历史故事。记者郭明玉凯台北报道。